20蚊請師奶買奶粉，嘿，可以賺啊！近期奶粉黨漁翁撒網式攻陷萬寧買奶粉。尋日朝9點幾，深水埗大埔道萬寧分行有10幾人排隊。喂，佢哋係我啲親戚嚟噶。唔係啊，頭先係2、3個喺前面㗎，之後嚟咗10幾個，無端端嚟多10幾個。係啊，我唔知邊度走嚟嘅咯。到最後竟然有成30幾個親戚玩大閘門啊，仲叫人小心啲添。警方到場調查，20幾個親戚直閃，萬寧分店宣布唔賣奶粉。差不多時間，另一批親戚喺黃大仙得手之後，交俾一個女人。唉，擺到明係奶粉黨啦，但佢哋兵力有限，請香港師奶幫手。師奶笑住話：排隊一陣的就收咗20蚊，可以賺哦。哎呀，真係，我哋都係香港人，我哋都係香港人。唉，難為呢位24後老豆，想買都冇得買。真係買唔到啊！我哋香港人買唔到嘅。萬寧發言人話：現時每人每日限買3罐美贊臣或者美素佳椰，而家長亦都可以憑出世紙訂購。